今年的10月是这手机啊回收季，根据着环境部统计，目前台湾的手机啊回收率只有12%尔。旧的手机啊，若准无经过回收处理，对环境会造成真严重的伤害。新竹市环保局今年除了扩大回收地点以外，搁再提供礼物要送予民众，希望提升回收率。时代进步，即马大家一般拢有手机啊，而且无几年就换新的。用完旧的手机啊，常常拢是放伫厝内，甚至直接断掉，造成环境伤害。根据环境部统计，台湾一年卖要挖500万台新的手机啊，不过回收数量煞无到1成半。拢等咧厝的啊，一堆唔知影怎创啊，无伊咧等到说伊会惊歹惊爆炸啊。愈来愈侪哦，嘿，拖地就开堆的哦。我迄化学物质，其实阮大家拢知影讲这是足危险的代志，但是阮民众都唔知影要安怎处理嘛。环保局即马要回收摕来互回收嘛是，我感觉安尼是较好的。新竹市环保局指出，手机内面有真侪包括盐、水银等等的重金属，无经过回收处理，若是乌白弹、重金属流入去土壤内底，会对环境造成真大的污染。手机是使用完啊，废弃啊，如果没有妥善的回收啊，其实对环境是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。因为手机里面有一些重金属啊，有一些塑胶的一些料板啊，这一些的，其实对环境啊会有一定的影响。那不只有影响，如果我们能妥善回收啊，这些废弃的资源物啊，就可以转变为一个再利用的一个产品。新竹市府今年除了参电信业者以及超商合作，增加回收地点以外，佮提供民众回收一台就送一罐洗碗精活动，希望提升手机的回收数量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